咱这些产业拢需要移工来甲咱斗相共，为着要扩大国家对国家的直接聘雇服务，印尼移工本地就开放制造业、机构看护甲农业。今仔日的劳动部呢是宣布讲，要搁再开放营造业、屠宰业甲海洋渔业，挺好透过呢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来请移工，挺好省这中人费用，劳资双方直接沟通，建立信任基础。 台湾请移工来自越南、泰国、菲律宾甲印尼4个国家，为着要替雇主甲移工省钱，也提高自主性，劳动部也有推出以国家对国家的直接聘雇。初六劳动部宣布扩大直聘印尼移工的服务，原本敢若开放制造业、机构看护甲农业，伫这个基础顶悬，阁要来开放营造业、屠宰业，也有海洋渔业，可以有效免除移工支付海外中介的这个费用。 强化选工的一个透明度，雇主可以向直聘中心提出招工的一个需求，来源国再依照这个需求招募需求人数大约3到5倍的人数，再由雇主可以透过这个书面也好、视讯也好，或者是亲赴海外来选工。 免透过中人会当减省一寡中人的费用。有民团指出，民众透过直接聘雇中心请看护移工，虽然有较紧，不过若发生劳资争议，也是人来才发现无适合，若无通随解约，中心嘛无像中人公司有调解功能，家庭雇主嘛无像企业有法务人资的专业，定伫咧调解的时较弱势，嘛呼吁劳动部上无在法律上应当保障雇主的权益，和移工落实工作契约。 我们起码要要求移工履行工作契约。如果在还没有年限到达就决定要转换工种的时候，那移工要赔偿雇主，你要换雇主了可以啊，你先回国重新申请。你不能大开方便之门，可是你却没有任何的管理功能。劳动部回应讲，若是违法的，依法来废除聘雇，要求移工出境。另外，劳资争议调解是地方劳动机关的权责，只要双方同意停止工作契约，就会废除聘雇，嘛同意雇主搁找别的移工。记者卢尚珠、郑俊尧台北报道。